位伫南区的南田府，将伫9月8月16号中元节举行拔剑普渡大法会。伫庙前的广场搭建36尺悬的大型法台，并且由南田府诵经班连续进行14天的诵经礼忏，相当引人注目。庙方伫普渡会过一半的日子，安排上中下3届祭拜，并且邀请东区区长吴明熙担任贵宾，甲南田府主委以及干部进行团拜，仪式隆重盛大。咱的天地人3界灵修拔泉超度大法会，伫即个7月14日特别普渡的即个大法会呢，咱按7月初开始，就是有搭即个法台，即个36尺，现在即个所在叫36尺的正表法台。那么下面呢，咱有一个拔泉超度的法台，即个幽冥教主地藏菩萨伫遐超度的法台。那么即个银呢，咱有3支即个灯果呢。代表天地人呢，迄个所在就是一般咱的即个幽冥界众地主啦，来伫遐报道的所在吼。咱有即个诵经法台，就是伫遮呢咧诵经礼忏，按7月初开始呢，就来开始诵经礼忏吼，到14号圆满，咱就来即个普渡的大法会。活动最高调将伫14号同间8点起鼓，聘请陈俊明道长主坛法师。接续到灯台进表，并且往四侧放水灯。下晡1点到7点举办普渡大拜拜，欢迎善信大德共同参与。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BB 宽屏120枚，每月只要888，让你极速爽标网，办再送1000元购物金，快拨打电话订购，送行412881，3冠网418833。